大家好，我係展銷王聯盟 Edward， 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價值6000蚊嘅實戰案例。我哋剛剛完成觀塘海濱個9日市集，但當中竟然有5日係直接放棄場地，究竟發生咩事？我哋用真金白銀換來咗3個極之寶貴經驗。首先，我對呢個場係有美好回憶。3年前，同一個海濱，我同一位同事用1張米半台，一日可以做2萬幾蚊生意。所以今次見到有9日檔期，我本來係充滿信心。雖然知道位置偏，但見平日都多人散步，心諗節日應該會更好。呢個就係我犯下第一個錯誤，用舊經驗評估新變數。危機其實早有跡象。最初一個4x3米攤位要15,000蚊，後來場主突然改 floor plan， 變成2.5x2.5米，租金減到650蚊一日。我心諗平咗唔係壞事，於是攞咗佢哋推薦所謂頭位。開場前3日，我收到風成個場只有幾檔交租。開場前1日，我夜晚7點去 set 檔，發現我竟然係最早開檔嘅一個。而所謂頭位，原來係對住一幅牆同一個非主要出入口。呢一刻我知道今次真係冚頭埋牆。展期第一日係星期六，我派2個同事，結果只做2000幾蚊。我立即啟動止損機制。第2日星期日縮至1個同事，業績1000幾蚊。第3日星期一，業績跌至幾百蚊。我當時已經可以結案陳詞，呢個場完全失敗。所以我果斷決定，正如6日中放棄5日，只做萬聖節1日來幫補損失。與其浪費更多人工，不如及時止損。呢次為我帶來3個教訓。第一， floor plan 只是參考，實地考察是必須。場主提供嘅平面圖同現實可以完全唔同，必須親身到場睇清楚人流動線同實際環境。第二，新場地、新主辦必須嚴謹評估。對於第一次搞嘅展銷或者未合作過嘅場主，佢哋宣傳能力同執行力都係未知數，必須用更保守策略去試水溫。第三，團隊價值觀係無形資產。我最慶幸嘅係同事主動叫我放棄場地，寧願自己少咗收入。呢種同公司共度時間嘅團隊精神，比任何一場生意盈利更寶貴。有呢啲咁好嘅同事，相信日後遇到正常嘅場就會有更好嘅發揮。各位創業戰友，直銷生意唔係場場順境，真正專業不在於你贏得幾風光，而在於你輸得幾有智慧，懂得果斷止損，保護現金流，先係長遠經營之道。如果你想同更多專業展銷商交流風險管理同場地評估心得，立即掃影片2維碼加入展銷王聯盟，我哋一齊用集體智慧，避開所有價值不菲陷阱。